寂静的夜晚，无脑怪物从水坑里缓缓走出，势必要在太阳打西边升起前找回自己的狗头，而唯一知道线索的人就是眼前的神父。当对方看到无脑怪物犹如晴天霹雳一般，于是先发制人，召唤出束缚的锁链，困住无脑怪物拿着武器的右手。哪曾想怪物智商至少2斤以上，很快就逆转了局势。不死心的神父再次祭出锁链，毫无疑问都被无脑怪物逐一化解，然后继续向神父逼近。我个人特别佩服神父，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也没打算透露出狗头的半点信息，同样等待他的也是断头的下场。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赶来的警官黑姐看到，看着外气八路的身影，黑姐竟然忘记自己警察的职责。与此同时，男主大山也在幽暗的沉睡谷里死而复生。看到陌生的环境，大山一时陷入了茫然，险些让来往的车辆将他送往西天。之后他跌跌撞撞走到市区中心，恰好被巡警误认成刚刚杀人的凶手。审讯室里，黑姐一眼就认出大山不是凶手，因为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让黑姐终身难忘。听到黑姐的描述，大山也感到无比的恐惧，同时大山也形容出怪物使用的武器和手背上独特的标记，精准的形容让黑姐的疑问再次加深，立刻便向他追问缘由。 Hey, who is he? When's the last time you saw him? When I cut off his head. Who are you? 公元250年前，一场独立保卫战中，大山被无脑怪物打得奄奄一息。在生命即将要结束的最后，他拼尽暂存的意识砍下对方的狗头。可世事无常，命运弄人，在两人倒地后，他们的血液竟然融合在一起，一黑一红的血液，注定他们今后会无休止的争斗。所以无脑怪物被心怀叵测之人复活后，大山也一同被复活。整个讲述的过程，专家紧盯着测谎仪。可即便最后的结果证明大山没有说谎，但局长老黑还是执意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。见识过怪物实力的黑姐相信大山，并对上司老黑产生了怀疑，于是趁局长不在潜入了他的办公室，在相框背面发现老师的钥匙，利用钥匙黑姐打开了隐藏的暗格。原来老黑一直在暗中调查与无脑怪物相关的事，如果无脑怪物复活，另外3名骑士也会一同出现，那时的地球必将生灵涂炭。另一边，大山通过镜子看到心心念念的妻子，对方告诉他，在沉睡谷有本可以消灭怪物的圣经，上面记载着你想知道的一切，同时也告诉大山狗头埋藏的位置。话音刚落，妻子就预感到危险渐渐逼近，急忙劝告大山马上离开，但大山不想舍弃对方，要带他一起离开这里。而大山也突然从梦中惊醒，躺在精神病院的床上，面目狰狞的大夫正要给他打针，幸好黑姐及时赶到阻止了大夫，并利用假的证明成功带走了大山。离开精神病院，大山按照妻子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怪物的狗头，但也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无脑怪物阴魂不散再次出现。